宜安林彦竹伫市政总结顺时指出，去年伫全国食毒驾驶的有1991件，不但创下新高，而且一档阁增加6倍左右。其中伫台南的部分，对4档前的个位数，到去年增加到200-300件，4档内增加将近100倍。宜安一方面除了质疑查毒品驾驶的困难度，另外嘛爆料。警察局的毒品试剂已经过期，建议市府编列预算，采用国外口腔液的快筛器。为什么人家欧美国家可以用所谓的这个快筛器，马上当场就可以了解它就已经是毒驾了，马上可以检验出来5分钟。我跟议员报告，如果证明快筛器是可以使用的，而且有经过卫福部的认证，取得字号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来编列预算。好，感谢市长的承诺。所以我希望说，在这个毒品的方面，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做处理。好，我们来了解看看，整个来检讨。议员林彦竹表示，针对台南市近年来毒品驾驶案件的增加，伊嘛分别向着刑警大队、甲着交通大队来调阅资料做比对。一方面，因为立法院3读通过刑法的修正案，将毒品驾驶纳入查克，才互案件来增加。但两边的案件数量会有差别。一方面，因为尿液的检查量太过侪，造成检验报告延迟，才互警方无法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伫2个月内来举发。因此嘛建议应该修法来延长期限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